歡迎嚟到妄想世界。咁啊，有好多人咧都諗住移民去日本喎。咁啊，因為咧去日本咧旅行咧，好似屋企咁啦。咁但係咧，日本咧就不停咧呢排咧就搞到排華啦。咁啊，個首相咧亦都咧即係啲言論好激進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日本一方面咧就唔想咁多人去啊，即係當地市民嘅聲音咧，都係強烈反對移民。咁究竟點解咧咁樣？但係最近咧就聽到啲言論咧就好奇怪啊，就係咧日本係引入咧印度專才嘅喎。哇！佢話咧就想俾咧50萬嘅印度人咧去日本做嘢噶，直頭開晒綠燈俾佢喎。哇！究竟點解咧？哇！即係呢個咧好震撼噶。咁啊，當地啲人咧就不停咧去改圖啊。就呢個圖咧就係啲人咧就改，咦？日本嗰啲超人咧就變晒印度人，咁啊變咗咧日本專屬嘅印度戰隊啊！咁啊點解咧？咁佢而家咧就打開歡迎咧印度同非洲人喎。香港人咧一路咧都覺得自己係專才啊，或者等等啦。咁啊或者咧自己特別醒個人啊，就好想去日本啦發展啦咁樣。但係相反咧，佢哋政府咧就好想咧就係反而係非洲同埋印度人去。咁啊點解個本地人咁排外咧？今日講一講。咁啊 BNO 嘅可能結果係咩咧？嗱，咁點解咧？我有好多預測咧，都係由咧其他國家發生咗啲事咧去睇嘅。其實 OK 噶，其實幾貼近噶。譬如英國咧嗰陣時，我話哇點解會通脹或者結業潮咁犀利咧？其實幾年前已經開始緊噶啦。不過好少人去留意當地嘅新聞，咁由當地嘅新聞睇到咧，就知道佢哋發生緊咩事啊。咁咧就原來咧有好多非法入境者咧就留低咗喺日本啊。咁所以未來咧 BNO 話可能嘅結局咧，就我覺得係似呢啲非法入境者，即係長期喺嗰度做黑工，同埋長期唔肯走咯。即係我好覺得好有可能，即係差唔多咧嗱。你 pass 唔到個考試啦，係非常之大整蠱嘅，因為咧個英文試咧係勁難噶，即係你譬如你好似你無啦啦喺香港可能做燒臘做斬叉燒，你叫佢考英文喎，係咪搞笑？有啲咧就中學程度，咁你學生啱啱過去，咁你點都要考到咁高級別嘅英文咧咁樣嚇？唔好講錢嗰度啦，淨係你話無啦啦要講英文要超流利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好有可能所有 BNO 剩低嗰啲點都唔肯走，一個可能性咧就係留喺嗰度咧，